兄弟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今日来到上帝圣殿，要来敬拜俄罗伊来，互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咱斗阵来吟圣诗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咱来唱2摆。伊要分开，你去咱内面，互咱活起来，互咱活起来。感谢俄罗斯咱活命的上帝。接续，咱来吟圣诗171首，上帝所赐活命。咱来吟第一节甲第4节。奇妙稳定这首诗歌真有名，兄弟一定拢听过。感谢主，互我伫准备的过程中，看见上帝伫庄牛藤山区迄稳定甲全力主宰的见证。伫吟诗的时阵，邀请兄弟三甲来思想上帝伫咱生命中的奇妙稳定。咱来吟圣诗608首。奇妙稳定，互定跟甘甜。咱大家头来祈祷，
阮伫天顶的爸，感谢你的大恩典，我要用一生的生命来回应你。阮将今日的智慧、牧师甲同工摆伫你面前，求你抹油顾某因，成做你忠心的器皿。主啊，求你帮助你的囝儿，搁较明白你的旨意，搁较倚近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上帝是一个灵，所以拜伊的必须用心灵甲诚实拜伊。遐日子的平安，咱安静心，备办来礼拜，请奏乐。城门啊，你都拍开，
永远的门啊，你都大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？伊是万军的统帅上主，伊是荣耀的君王。这是咱来唱圣诗，圣诗171首，请起立，上帝所赐的名。祈祷，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主啊，阮要安静静来到你的面前，阮的旨意已经超过你的旨意。阮咧追求金钱，阮咧追求即个礼拜堂上水的设备，上水的音乐，上水的食物，上好食的，上好听的。主啊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不堪得的，主啊。但是你遮尔疼我，你甲阮的罪拢总消除，你甲阮带到你的面前，你家己谦卑，行上是你家的路。虽然即马要过年，但是主啊，阮要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深深的求你，逐工阮拢爱来到你的面前祈祷，无管阮是快乐还是痛苦，阮拢要来到你的面前祈祷。主啊，你是听阮的主。这个世间有济济的艰苦人，主啊，你爱阮去照顾因，爱阮去关心因。但是主啊，阮的气力无够，求主加添下阮同心合意，无论是华语还是台语，主啊，你甲阮所有的忧闷拢赶除。主啊，特别是兄弟姊妹软弱的，听到什么声音，因就想讲啊，我真艰苦，我无想要来啊。天气寒，我真艰苦，我无想要来啊。逐工讲一句话，得罪伊啊。主啊，我真艰苦，我无想要来啊。主啊，难道你无比这搁较大吗？
你无比这较大吗？主啊，难道你无比这较大吗？主啊，我知影你是万王的王，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！你超过这的冲突，你超过这的艰苦，你超过阮的白疼，你超过阮的不和，你超过阮的软弱。主啊，使徒保罗甲彼得因你关喺家内的时阵，因唱歌学老主，因面对死亡的时阵，因唱歌学老主，因是好定的喜乐。主啊，我的心，阮无拄着安尼死亡的面对的时阵，阮甚至是一点点啊拄着困难，阮就无想要奉献啊！主啊，阮真正是来到你的面前认罪，求你伫即个时阵，害阮伫新春的时阵，阮渐渐的、点点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恳求你，阮来到你面前祈祷，你甲阮弟弟。求主帮助阮兄弟姊妹，同心相听，彼此来相听，因为主是安尼听阮每一个人。感谢主，你互阮服侍有喜乐，互阮会使得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安尼祈祷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启用。这是咱来启用，启用文第41篇，以赛亚书第9章。行伫黑暗中的人，已经看见大光。你互因的国家强盛，互因大欢喜。亲像烈酒歌的欢喜。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，讲断因肩头的棍，侵略者的军鞋，裹着火的军服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。伊要负担国政，显明的导师，永在的天父，伊的主权无穷，伊要做大笔的宝座，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。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。圣经，我来读圣经，记载伫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4节。上主讲：看咧，日子就要到，我要甲以色列家、甲犹大家立新的约。这个约，甲我以前甲因的祖先所立的迄个约无共款。迄个约是我牵因的祖先的手，对埃及甲因带出来时，甲因立的约。我虽然做因的丈夫，毋过因破坏迄个约。上主安尼宣告。遐个日子以后，我甲全体以色列人所要立的约是安尼：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，刻伫因的心板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。上主安尼宣布：因毋免阁教导家己的厝边甲同胞讲，恁着认捌上主。因为因对大到细，拢会认捌我。我无赦免因的罪过，我要赦免因的罪过，甲因的罪放袂记的。上主安尼宣布。
这是来学老，请相连团契。因要唱的歌是《活出爱》。讲道，这是要请本堂的罗牧师来讲道。伊要讲的主题是新的开始，新的愿望。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求主你的圣神，教阮每一位兄弟姊妹、三甲弟弟，互阮有新的愿望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救赎。互阮伫今仔日的主日，嘛，过一届透过上帝你的话语，互阮通有上帝你的恩典甲祝福。伫阮新的一年，带领阮，互阮靠着主的恩典，当定心更新阮的性命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
感谢主，时间过了真紧吼，咱后礼拜就是旧历新年的开始，哦嘛，这兄弟姊妹可能有计划哦要返去故乡，或者是应该嘛有真侪人要出国啦吼，因为听讲即马出国比伫国内旅游搁较搁较俗吼，搁较简单吼，安尼伫国内吼，当时嘛真好安排，所以无论大家兄弟姊妹要去倒落，拢祝福大家伫新的一年，上帝恩典祝福满满。总是咱可能伫过去的时间的一年，甲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咱毋知敢有感受到上帝的引带，或者是咱感觉面对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咱犹原有真侪压力，就亲像有当时毋知大家同工或者是中职会感觉着讲哇，教会这事工实在是真多啦吼。无用圣诞节了后，过来就要开好会，好会顺利完成结束了后，想要串一个哇，即马佫开始爱筹备即个过活节的事工。咱的事工敢若一个接一个，拢毋捌停止过。虽然有过年，总是即个时间嘛短一个就过。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可能咱嘛会感觉哇，我的身体犹原艰苦，犹原病痛。上帝敢若嘛无甲我医治，安尼我的愿望到底伫倒落？今仔日的经文要甲咱讲，上帝是咱的愿望。咱看旧约先知亚利米，因伫过去即个时期，面对着北国以色列国已经互亚述帝国所消灭，南国犹大国嘛同款受到破坏，圣殿受到毁坏，犹大国的国王甲以色列百姓拢受掠去敌人的国家，就是巴比伦。伫外口的邦族看起来，即款的国家、即款的子民，应该是无愿望啊。国家都拢无去啊，国王嘛，互人掠去啊。亲像顶一届美国一个国家的国王，伫无注意的时间，暗时就甲即个国家的王掠去。咱会想讲，即个国家已经无统帅啊，安尼因瓦克要对倒位来？上帝是毋是已经离开以色列民，去杀因，所以至到连上帝所喜爱、所透过所罗门所亲手所起造遮尔较荣光的圣殿，上帝拢甘愿甲伊拆除掉。咱可能真好想象即款的情形，敢讲上帝阁会甲因三甲二地？总是今仔日的经文要甲咱讲，上帝毋是放弃伊的百姓，接互以色列百姓拄着国家灭亡、圣殿被毁坏即款的困境。实际上，上帝反倒转要互以色列百姓知影，上帝无离开因。上帝毋是去杀因，上帝要互以色列百姓了解，就算因现今面临国家灭亡、圣殿受毁坏、拆除的情形，上帝犹原会甲因三甲二地。无论因即马是伫以色列国，或者是因伫巴比伦、伫外国的所在，上帝犹原甲因三甲二地。而且上帝要甲伊的子民另外立一个新的约，要建立一个全新关系的开始。我想，一人咧读圣经时阵，拢会一个疑问：为什么圣经爱有旧约，嘛有新约？敢讲即个旧的约，咱会当弃杀，莫去读，嘛毋免遵守，咱只要遵守新约就好。有当时，咱嘛有即个误解，认为讲旧约的代志拢已经过去，咱只要看新约就好。总是今仔日的经文，甲咱讲，先知亚利米伊所记载的即个信息，是伫旧约的时期，互咱了解
旧约过去以色列百姓，上帝是安怎甲伊引带，安怎甲因养饲，特别是今仔日的经文，甲咱讲，日子要到，我要甲以色列家、甲犹大家立新的约。这个约甲我进前甲因的祖先所立的约无同款。迄个约是我牵因的祖先的手，对埃及甲因带出来时所立的约。我虽然做因的丈夫，毋过因破坏迄个约。伫即个经文讲到迄个约，意思是讲，迄当时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阵，上帝透过摩西伫西奈山的山骹，甲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。有当时咱来讲，这是西奈山的约。这个约内底包括咱真清楚的这个10条诫，以及真济生活道德的律法。所以上帝甲咱讲，过去伊是安怎亲手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红海，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捆绑，就亲像上帝将一个原本受卖的奴隶甲赎回来，毋那甲伊赎回，搁带伊做某，成做伊的丈夫，因成做翁仔某，设立这个婚姻的约。上帝将这个条例亲像婚姻中间的誓约，甲伊刻伫两底石头帮，毋望以色列百姓会当遵守这个诫命。总是互人真艰苦心的时，以色列百姓无看重这个婚姻的约，而且背叛上帝，缀别人的翁走去啊！意思是讲，这以色列百姓因最后离开上帝，去敬拜偶像外邦的神明。毋但安尼，因阁车花宴乐，做出侪侪违背上帝心意的代志，互圣殿受到侮辱，伫圣殿内底做侪侪剥夺上帝的这个代志，互上帝的名受到侮辱。旧约圣经阁讲到，上帝虽然安尼，伊无决定对以色列百姓的拯救。上帝毋望这个以色列百姓因会当脱离这个对敌的手，因为上帝知影因所军队这个外邦的神民，亲像是一个感情的骗子。总是以色列百姓毋肯听上帝。有当时，咱过去若咧恋爱时期，咱的心就敢若对方。总是咱无法度看搁较远，了解伊的背景。至到有当时咱嘛会陷入伫即个感情的即个束缚。以色列百姓又共款拄着即款的试探，陷落伫即个对敌的陷阱。特别伫士师记中间所记载，侪侪的时阵，以色列百姓离开上帝，敬拜偶像，至到陷落敌人的即个灾害。最后因阁祈求上帝，上帝怜悯因来救赎因，脱离对敌的手。无拍算过无偌久，因就阁继续犯罪。上帝因阁求上帝，上帝阁拯救因，最后阁犯罪，不断的一个循环。到列王记的时代，侪侪以色列国王嘛共款离开上帝的心，家己去祭坛敬拜偶像，甚至真侪君王、宗教的领袖贪婪这的财物，贪婪这的权利，伫圣殿做出违背诫命的代志。上帝捌差派侪侪先知警告因，想要挽回因的子民，却无法度。最后，至到以色列南北两国拢灭亡，上帝的圣殿嘛受敌人攻击来拆除。先知耶利米预言以色列民将会拄到剥夺、拆毁、破坏、推翻的这个情形。看起来上帝敢若已经离开因啊！总是上帝嘛，借着先知耶利米甲因讲，上帝对因的疼，无因为安尼就来过长。上帝要另外进一步进行重建甲财政的工作。这个过程就是新约时代开始。
我想咱遮侪长辈过去应该加减拢有一寡正式的即个经验，做事的经验。过去有当时，我的阿嬷伊嘛会伫即个伊的头前的花园种一寡菜。我细汉的时阵，当去台中，哇，拢会看阮阿嬷所种的，有脯啊，有即个白菜哦，侪物件。咱知影，当咱咧种植时阵，有当时即个种植米会受到虫来破坏，有当时亲像咱即马工业社会，有的土会受到即个重金属的污染，即个土就有毒，致到即个农作物来受到败坏。伫即个情形，咱要安怎互咱所种植的物件会当佮重新得到换新？我想，咱拢知影。若无甲遮个土清掉，是无法度去重新来种植。所种植的物件可能袂大，无法度长大，嘛有污染。所以，就必须爱甲遮个受到污染的土全部来清除掉，将遮个有污染的土全部来农作物来挽除起来，重新野新的土，佮重新来种植。所以，即款的情形。就亲像上帝对以色列民所做的工，上帝知影以色列民因所面对的，毋那是因离开上帝，因的心佮败坏，致到因已经受到外邦神明的污染。所以上帝看以色列百姓的罪行真严重，若无甲因彻底的清除了遮个土，因无法度有更新的性命。过去上帝伫那亚的时代，捌用大水来淹没世间所有会喘气的人甲动物。但如今上帝甲以色列百姓讲，伊无要阁安尼做，因为上帝了解，只有审判甲刑罚是无法度带予人性命的改变。上帝要用另外一款的方式，甲以色列民来建立新的约。意思是讲，上帝要用这个新的约，无阁亲像过去旧约的法律条文，真死板刻伫这个电空空的石板。上帝要直接将伊的话写入去人的心内，建立新的关系、新的灵，互每一个人拢有机会通认捌上帝。我想我的心深深的感受到上帝的疼，伫我生命做真大的改变。过去伫国小的时阵，学校嘛要求讲，得爱背即个《三字经》。哦，《三字经》大家敢捌背过？中国的《三字经》吼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过来。我想应该无人全部背了吼。因为我最近去查这个《三字经》吼，这毋若敢若3字呢吼，这是差不多几百字吼，后壁100条。所以，就算迄当时我有法度背这个《三字经》，总是人之初性本善，人的开始本性拢是好的。等等，这个教条、这个原则，拢是要劝人成做好的人。毋过，我虽然心会晓背，总是我的行为却无法度改变。我虽然会晓背，总是我的行为悠然充满目的。直到我到国中的时阵，受到同学的影响，大家拢咧念《三字经》，毋过是骂人的《三字经》。我嘛缀咧念《三字经》，甲人做伙骂人，甚至有当时。人小可甲我摸一个，我就甲人起冤家，甲人相拍。这款的暴力的性格，毋是因为我自细汉就是基督徒，就有法度改变；嘛，毋是因为我知影了解这个文字，了解这个原则，我的性命就改变。我的性命一直到。后来长大了后，有机会参加教会营会、集会，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我才了解原来耶稣基督、上帝对我的疼是遐尼大。我的心中伫过去青少年的时阵，一直有一个不满，一直有一个
感觉未满足的即款的欠缺，所以至到我虽然自细汉就伫教会中大，伫父母的照顾，其实恩典满满。我后来经历上帝疼了后，我较了解原来父母对我的疼，大家人对我的关心，以及上帝对我的疼是遐尼遐大。我虽然成长伫恩典中间，总是我却不低温。这款的欠缺，只有耶稣基督牺牲的疼会当甲我医治，会当甲我满足。所以我的生命改变，毋是因为知影这个条文，毋是知影因为我伫即个教会环境中大，我就改变，是因为耶稣医治的疼。相反，犹太人因自细汉，因就爱背念摩西五经律法，因比咱更较辛苦。咱背这个中国的文言文，就背到头壳痛。因爱背规本的摩西的五经。咱有当时做一个基督徒，要甲这5本册读了，就真学。咱可能嘛有人阁还未甲这个读完全。总是因毋但爱读，因阁爱按背。这个旧约的律法界面条例真复杂，总是当因会当背了后、读了后，目的只有互人知影什么是罪。目的这个律法是互人知影什么是上帝所喜爱，什么是上帝无喜爱。上帝喜爱咱来到教会，喜爱咱奉献，总是咱的心有可能衰烂。咱就无想要来教会，咱的心可能若受到捆绑，咱就无想要奉献。咱的性命毋是因为知影这个道理，咱就会改变。希望牧师逐礼拜拢咧讲道，大家嘛拢知影牧师要讲啥。总是咱的心并无因为了解这个道理，咱的行为就会改变。各位兄弟姊妹。我想一个人的生命，如果若无经历着上帝的疼甲医治，伊的生命是无可能有法度更新活出一个疼人亲像家己的生命。阿免吗？咱的生命会充满侪侪空虚，充满侪侪不满，充满侪侪重担，亲像我少年时阵犹原共款。可能伫咱即马年纪中大的过程，咱嘛犹原有侪侪重担。咱有身体的艰苦，咱有面对伫即个现在社会的困境，面对着经济的压力，所以就算咱知影圣经就在伫遮边边，咱嘛无法度真正会当互咱的生命得到更新。总是今仔日经文耶利米书31章33节到34节，才甲咱讲，伫遐的日子了后。我甲全以色列人所要立的约是安尼：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，刻伫因的心板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。上帝安尼宣布：因免阁假示家己的厝边甲同胞，讲恁着认捌上主，因为因对大到细拢会认捌我。我要赦免因的罪过，甲因的罪放袂记着。上帝安尼宣布，我想伫旧约的时期，上帝要互以色列人知影，伊是全人圣洁的上帝，所以上帝甲人的距离真遥远，人拢犯罪，拢无完全。至到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，嘛无法度直接甲上帝面对面换quyền来亲近，就爱透过祭司做中保。如果一个人犯罪，要得到上帝赦免，嘛要透过祭司来献祭，将这个祭物带到这个会幕进前，献上活祭。祭物所流出来的火，来担当这个犯罪人的罪过。祭物的牺牲，伊的性命来代替这个犯罪人的受死，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亡。除了以外，上帝。互子民献祭了后，清气了后，
以色列百姓嘛无法度进入这个至圣所，因为至圣所甲圣所的中间，阁有一个真高的这个张篱来隔断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。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摆，伫赎罪的日子，才会当进入至圣所来献祭。所以，伫耶利米书才甲咱讲，当如今上帝要照着这个新的约，甲人建立新的关系，互咱知影上帝毋望所有的人拢会当经历上帝无条件的疼。上帝要透过家己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降生，伫这个世间真侪人，佮为着这个世间的人的罪，真做替赎的羊羔，受钉伫十字架顶来死。主耶稣真做迄个最后的罪，来献上家己的性命。上帝甲人中间隔离的张篱，特别拆离开。对当以后，咱毋免阁亲像旧约时代，透过献祭，甲会当来赎罪。咱嘛毋免透过大祭司一年才会当一摆来伫至圣所甲上帝亲近交通，因为耶稣基督十架的救赎已经完成。咱通随时向上帝来做认罪感恩的祈祷。咱也通透过读圣经来明白上帝的疼甲旨意，互咱愿意信靠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十架的宝血，就会甲咱亚坎洗清咱的罪过，互咱通成做天父上帝的囝儿。这就是新的生命关系建立的开始。过去伫旧约律法强调，咱做好就有赏，做歹就爱罚，是一款报复赔偿的律法条例。违反这个律法的人，一定会受到惩罚。害死人的人一定会处死刑。咱若甲人拍一拳，别人就爱刑咱一拳；咱甲人偷摕啥物，咱就爱刑伊几落倍。这款的律法，更较严重的甲咱讲，当咱犯罪，这个罪嘛影响到咱的下一代到后世代。所以圣经29节甲咱讲，有老爸食酸的葡萄，囝的喙齿就酸软。意思是讲，上帝的刑罚会到3、4代。过去以色列人普遍认为，人出生若有欠缺，一定是伊的父母犯罪所影响。人若拄着病痛、村庄若拄着灾难，一定是迄个村庄的人，或者是村庄有人得罪上帝，上帝来降罚。总是当上帝甲人立定这个新约，人无过惊吓律法条约的限制，要互生活过甲真束缚。亲像过来2月底有一个和平的纪念主日，我过去常常听阮阿公讲，伊过去伫即个戒严的时期，伊做警察，迄当时的生活非常的紧张。若小可做毋到代志，人就忽然间就消失。阮阿公嘛讲，侪青年本来拢好好，过一个半暝，这青年就无去，毋知去倒位去。我记得伫细汉伫学校，老师佫有讲，爱讲国语，袂当讲台语。若讲台语的，就爱处罚。所以生活过甲真恐怖，过甲真紧张。伫即个过程，大家拢真惊吓。听讲较早辈的即个牧者，若咧讲道，即个教会下骹佫坐真侪即个旁听员，监督讲啊，你有讲啥物违背政府啊、反抗政府遮个代志。所以，咱的上帝并毋是要互咱活伫即个惊吓、恐怖的即个时期甲世代。咱的上帝所设立的这个旧约，嘛毋是要互咱因为惊吓上帝的律法，致到咱每一工生活拢爱真细意，恐惊哇一个无细意，比如讲今日哇，袂记你早奉献，惨啊，回去敢会互上帝处罚，还是行到外口的雷公就拍落来，甲咱的性命出走。
我想咱的上帝是一个满有慈爱、满有怜悯的上帝。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甲咱设立新的约，意思就是要甲咱讲，上帝要甲咱建立新的关系，是要互咱人有新的生命甲愿望。就亲像约翰福音第9章第20节到第30节，迄当时捌有人问耶稣讲：rabbi rabbi，这个人一出世就青面，是毋是这个人犯罪，或者是伊的爸母犯罪啊？耶稣安怎甲因讲？耶稣讲，毋是这个人犯罪，嘛毋是伊的爸母犯罪，是要透过这个人伊青面来显明上帝奇妙恩典甲作为啊！所以当耶稣安尼讲了后，耶稣就闭喙烂，鼓教徒甲搭伫这个青面人的目睭，叫伊去洗罗阿迪去洗清气。洗了后，这个青面的人就已经看见光明，伊认捌耶稣就是救赎主，就是伊生命中的愿望。所以，弟兄弟姊妹，今仔日耶利米书借着先知这款的话语，迄当时以色列百姓因嘛同款面临着国家灭亡、圣殿受毁坏的困境。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，甲因宣布这个充满愿望的信息，目的就是要互这以色列百姓了解，虽然因的国家灭亡，虽然因受掠去巴比伦这个国家，总是上帝将来无去杀因，上帝将来无决定对因的疼。上帝毋但要拯救因，嘛要定心塑造百姓的性命。借着圣心的医治，甲更新带予因新的愿望。所以，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想咱每一个人伫咱现主时的性命，咱拢加减会拄着艰苦，拄着试炼，拄着一寡咱现今毋知影要怎面对突破的困境。总是我要甲兄弟姊妹讲，今仔日咱为虾米坐伫教会？今仔日咱为虾米要来信靠耶稣基督？这个信仰毋是要带予咱平安啊尔，这个信仰嘛毋是要甲咱讲，咱信耶稣，咱就永远袂拄着灾害，袂拄着困难，袂阁破病。这个信仰是要甲咱讲，就算咱现今伫灾害中间，伫病痛中间，伫互人捆绑、互人累骂的这个过程，拄着更较艰苦的代志，耶稣基督。伊要甲咱做伙伫地。耶稣基督，伊是咱愿望的主。咱会当赢过这个苦难，甲这个试炼，毋是因为咱有啥物能力，有啥物才调，或者是咱有偌济的财产。咱会当赢过这个试炼，这个苦难，就亲像迄当时伫这个戒严的时期，侪的基督徒受到迫害，受到捆绑，总是因有缘。勇敢为主传福音，勇敢徛伫街头，为着福音的使命，因勇敢徛出来。因为因深深知影，耶稣基督甲因三甲伫地，因是徛伫上帝这边，毋是徛伫魔鬼撒旦迄边。上帝要成做咱愿望，耶稣基督是咱愿望的源头。伫1月份月底。咱知影即马教会要做70周年的纪念册，咱关怀组有成立即个访问的小组，去访问这的长辈、长老。月底访问小组就去访问即个方胜长老因的家庭，其中访问小组有问到一个问题，请教长老甲长老娘讲，伫过去恁的信仰。自早前到现今，恁敢有拄着啥物，互恁感觉真困难、真大的试炼，致到恁想要放弃这个信仰，甚至恁想要离开教会？我想咱真做基督徒信主的过程，咱一定会拄着困难，一定会拄着这个试炼，甚至有当时别人讲一句话，咱气到要死，这个心中险定去，咱就想要离开教会。
有当时啊，咱拄着小可一个磨练，也是服侍艰苦，咱就想要离开这个信仰，想要伫厝内好好啊看 YouTube 就好啊。即马直播个效果遮尔好，我想要来伫教会。总是当阮安尼问长老甲长老娘的时阵，我想应该会讲有啊，阮就拄着一艰苦的代志，阮会安怎。总是因着想几若秒，啊，互相翁仔某互相看讲，敢若无呢？虽然有艰苦，虽然有拄着试炼，总是阮从来毋捌想着讲要放弃这个信仰，佫较毋捌想着讲要离开这间教会，因为阮感觉伫这个教会，就是阮的家啊，就是阮属灵的家啊。阮会当服侍上帝，就是因为上帝疼阮，阮真欢喜甘愿服侍主。阮听了真戆影，阮就讲，敢讲恁从来毋捌想讲要放弃服侍吗？特别咱公园教会服侍遮尔侪，事工遐尔复杂，咱有当时会感觉衰懒，想要停止服侍。总是因讲，因毋若无想着讲要停止服侍，因佫认为这个服侍是上帝真大恩典。我问讲，安尼恁是安怎赢过遮的困难？是安怎会当赢过遮的试炼？黄胜长老安尼讲，因逐工拢保持一条感恩的心，因感觉会当伫教会组织礼拜，会当伫教会服侍，所以因感觉真感谢上帝。所以当因会当服侍时阵，因就感谢上帝；就算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因嘛感谢上帝，因为因知影上帝永远甲因三甲伫地。阿们吗？我想伫咱的人生会拄着遮个艰苦的过程，会拄着挑战，会拄着不如意的代志，会拄着一超凡艰苦心的事，总是就亲像上帝带领咱过去去做教会礼拜堂，遮个长老，遮个长执，遮个先辈，遮个信仰的前辈，为虾米伫教会经历70年久，因有缘伫遮甲咱三甲斗阵聚会，甲咱做伙服侍。虽然因即马无伫第一线，总是因有缘安然自在，伫咱教会做伙敬拜上帝。毋是因为因会有偌济资产，嘛毋是因为能力比咱较强，是因为因的信心。因知影上帝永远甲因三甲伫地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我想今年咱教会就要满70年。伫过去这个过程，咱是毋是嘛有看到上帝一步一步咧带领咱的信仰过程？虽望有甲人意见袂合时阵，虽望有甲咱价值观无共款的兄弟姊妹。特别是咱过去咱的华语甲台语礼拜，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今仔日下载的华语礼拜，甲咱即摆的台语礼拜，拢会当伫同一个空间做伙组织礼拜。咱是毋是有看到，伫这新的一年开始，上帝引带咱，互咱有新的愿望伫咱的教会，或者是咱会认为讲。为什么开甲遐侪钱，要改变遮个物件？为什么咱无爱照顾就好？为什么华语礼拜就爱起来甲8楼？第7楼毋是共款嘛？是咧礼拜。我想咱所爱看到的，应该是上帝望咱教会，咱拢是兄弟姊妹，咱拢是上帝的子民。咱拢是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赎回，咱无分彼此，咱毋是2间教会、3间教会，咱是同一间教会，咱信同一位上帝，咱伫同一个圣心内底领洗礼，成做基督徒，成做上帝的囝儿。所以，若因为安尼，语言敢会是决断咱彼此的关系？教会设备敢会是
隔断咱甲兄弟姊妹的关系。我想这个拢是外在因素。上帝更较意爱是咱会当伫主内彼此相听、彼此敬拜、彼此服侍。就算咱服侍的方式无同，就算咱敬拜的方式无同，就算咱的价值观嘛无同，总是咱愿意伫同一个上帝、同一个圣殿教会内底，同心敬拜阿罗上帝。阿们嘛。希望伫未来的新的一年，我相信咱阁有更较侪挑战爱面对。面对这个世间青少年哪来哪减少，年老的哪来哪年老，敢若看袂到教会未来。总是咱爱看到的是，咱是伫同一条船做伙咧服侍上帝。咱的上帝，咱的耶稣，甲咱三甲伫地。当咱若愿意同心合意，有新的愿望伫咱的心中，咱毋通袂记哩。主耶稣伊将来毋捌离开咱，咱的教会，上帝嘛将来毋捌离开咱的教会。所以咱会当看到，咱会当完成这个八楼的更新甲重建。咱会当看到，伫这个大饼扫的时间，听讲这是教会第一届有遮尔侪人做伙饼扫，遮尔侪团契愿意付出，无论伫2楼、3楼、伫6楼、伫7楼、伫8楼，咱每一个楼站拢是教会，拢是上帝的家。咱愿意付出咱的时间、咱的性命来服侍上帝，愿意伫同一个团契、同一个教会内底做伙服侍。我相信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性命伫咱的心目中。感谢主，咱毋免阁惊吓，亲像旧约的时代，惊无遵守圣经律法、上帝的讲法，因为耶稣已经担当咱的罪过。上帝要甲咱建立新的性命关系，上帝要进入咱的心中做咱的主，上帝要成做咱的上帝，咱要成做伊的囝儿。毋望伫即个新的一年开始，我要问兄弟姊妹大家一个问题：咱会当目睭闭闭，咱来思考，咱新的愿望伫倒位？面对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咱犹原有侪艰苦辛苦的代志，侪爱面对的挑战。总是，我要请问咱兄弟姊妹，咱愿望的源头伫倒落？咱若是我靠家己所喜爱，我靠家己所掠条的，即款真做咱的愿望，咱的性命无法度久长。咱的性命的愿望，是毋是会当转转我靠耶稣基督，真做咱性命上大的愿望？咱是毋是会当有信心来跟对耶稣基督，甲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过去我毋捌你，但我已经亲目看到你。过去我的性命只有活伫即个律法条例的镜像的中间，直到我嘛有当时会用即个律法条例去控制人、限制人的行为。求主耶稣来更新我的生命，互我会当经历这个律法、这个条例、这个圣经的经文，毋是要互我成做一个去抢夺人的人、去捆绑人的人，直到我的心嘛受到捆着。恳求耶稣基督帮助咱，互咱真正会当了解，咱来伫教会敬拜上帝，做伙阿罗上帝。毋是因为外在或者设备环境的好歹，当咱的心若离开上帝，上帝甘愿将这个圣殿拆除，伊嘛无爱甲咱三甲伫地。总是上帝，伊无爱弃杀咱，上帝无要离开咱，上帝要互咱知影。比圣殿外在这硬体更较要紧的是，
咱爱有一个愿意跟对主的心。上帝更较意爱看到是咱兄弟姊妹会当伫同一个圣殿教会同心敬拜，学了上帝这款合一的心志。若毋是安尼，上帝的心会艰苦，超过咱人所面对困境的艰苦。求主耶稣帮助咱，互咱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咱的心会当勇敢，甲主讲：耶稣基督，你就是阮的盼望，你就是阮公园教会的盼望，你就是阮公园教会所有兄弟姊妹，毋若是儿童、少年的，或者是青年，或者是长辈，阮所有在座兄弟姊妹的盼望。阮的盼望毋是外在，乃是因为阮的内心有耶稣基督，成做阮性命对世个活的主，互阮会当赢过试炼，赢过捆绑，赢过一切外在的环境的危害。阮愿意宣告耶稣基督，你是阮性命的主。安尼祈祷恳求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。阿免。这是咱来唱回应诗，圣诗第608首，奇妙恩典，何等甘甜，请起立。Amen.
持奉献，请奉献的同工。预备上帝，感谢你今日用上帝的话语来提醒我，互阮有新的开始，新的愿望。主啊，我今日献上阮的奉献，毋是出于勉强，是出于感恩的心，因为你已经将恩典写伫阮的心内。求你接纳阮的奉献，祝福教会的事工，互搁较侪人会当经历你的赦免、你的疼痛、你新的性命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来报告，我要用华语来报告。第一点，下主日2月15开始春节连续假期，愿上帝赐福阖家平安喜乐，出入平安。诗篇65篇11节，上帝赐福使年岁丰收，你足迹所及百物富饶。诗篇第34篇第8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上帝是何等的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要注意的是，第一点，春节连续假期如果有紧急事项，可以跟2位牧师联络，没有事不要随便打电话给牧师。第二个点，春节连续假期各场主日礼拜时间，请参阅周报，请弟兄姐妹注意，联合礼拜刷里有3个礼拜是联合礼拜，都是早上10点。好，早上10点，请兄弟准时出席。那新春礼拜是大年初一的礼拜2，如果有在新竹的弟兄姐妹，好10点，好欢迎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。好，第二点，今天的礼拜后哈，我们12点半要在1楼，好，我们要为少全弟兄林瑶。还李恩他们全家移民美国工作，我们要来欢送他们。教会有准备水果点心请大家来参加。第三点，7楼的书柜已经改成圣歌队跟敬拜团的这个专用谱的收纳区。那个原本的藏书包括工具书跟查经的套书现在收藏在601，想要借的弟兄姐妹可以借。
但是其他的藏书呢，现在放在1楼，好，1楼。好，如果有想要的，可以在1楼自己取用，哈，都是非常棒的属灵书籍。好，第4点，月朔祷告会，哈，是这礼拜3，哈，这礼拜3阴暗8点，好，弟兄姐妹，那欢迎弟兄姐妹、长子弟兄姐妹都一起来参加。咱那愈祈祷，咱就愈兴旺，哈，兄弟姊妹。我伫祈祷会的时阵呢，上帝医治我的病痛，吼，医治我的惊牙，吼，所以我嘛是鼓励兄弟姊妹，吼，爱常常祈祷，啊，大家斗阵祈祷，吼，还是上帝耶稣上欢喜的，吼，咱2个人以上祈祷，耶稣要听咱的祈祷，吼，咱若斗阵祈祷，咱的力量。上帝给咱听咱的祈祷，好。第5点，长者健康促进会，这是本周5啦，哈，早上9点半，请长者要报名的哈，请出席报名的长者出席。第6点，教会的大扫除哦，真的是很感动哦。就像刚才赖牧师所说的哈，7楼的厨房5饼2鱼哈，来已经清扫完成。2楼美比谷国小班，3楼美比谷幼小班啊清扫完成。那6楼601、607赐福小组清扫完成。7楼的副堂圣歌队清扫完成。好，感谢众同工哈，在这个清扫的过程我嘛有看到竟然有慕道友。好，来，好，协助清扫，好，非常的感动，好，那就是许多弟兄姐妹都是亲力亲为，哈，牧师也是好一起扫哦，哈，所以真的，我觉得这个是基督教一个上好的价值哈。咱每一个人，你上帝面前拢是罪人。毋是讲你读博士你就偌悬吼，毋是讲你是清扫同工你就足价，毋是安尼哦。每一个人拢是伫上帝面前，拢是平等的吼。所以咱既然使用这个空间吼，咱大家斗阵来摒扫，这是一件足水的代志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第7点。社教70周年纪念册预计3月底完成哦，第1阶段的初稿收集哦。好，现在那个已经都访问的很多了哈，弟兄姐妹非常的辛苦，还要听那个录音哈、撰稿哈。那请各事工团队受邀撰稿者赶快把这个撰稿写好哈，3月底前要交。那第2个就是想要投稿个人见证的，哈。跟你的家庭见证的，可以跟纯美长老报名，我已经报名了哈。好，那这个部分会再另外印这个恩典永流见证集。好，接下来肢体消息哈，本主理某书哈，他受邀主理新北市永和教会的名誉长老的这个丧事礼拜。那第2个是婚礼的消息哈，本会的真诚执事跟周恩轩姐妹预定3月14号礼拜6早上9点半，在公园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想要参加的人欢迎在1楼登记。好，以上不晓得有没有新来的同工或牧师要补充报告。嘛真欢迎看到孙明仁牧师甲牧师娘哈，因来遮做礼拜。阮访问小组嘛有去因兜来访问啦吼，伊嘛是咱的公园桥吼、公园桥吼，所以咱拍拍邀请因起立拍拍欢迎。今仔日嘛真欢喜看到庆元兄的查某囝啦吼，甲咱上联团契做伙献诗吼，应该第一届来参加主任嘛吼，欢迎伊吼，来请。敢有无介绍到的吼？好真欢喜吼，即个旧历新年要到吼，咱教会嘛喜事啦吼，即个真诚跟恩宣吼，要伫教会来举行即个婚礼啦吼。那我想咱教会嘛，几若当
无新人伫遮举办婚礼，即马有即个新的礼拜会堂，我想这是一个真值得咱欢喜的代志。所以邀请咱大家兄弟姊妹会记哩，爱去1楼做登记，因为若即个人数超过人数，咱就爱爱安排要安怎坐较舒适啦，包括即个餐厅订桌，因为过年足紧就过，若要订即个餐厅嘛需要爱提早啦，所以希望咱大家上好今仔日若有来拢登记好势，搁来要过年就因较好去准备，咱嘛请即个春菊姐、范泽雄起立，咱先甲因恭喜啦，以上报告。多谢牧师。下来，咱要来唱祝福齐庆的诗歌，圣诗397首，请起立，关注祝福保护你。三个徛咧领受上帝的祝福，因我的上帝，你就是阮的开始甲结束。求你做阮的出发点甲天堂的目的地，也陪伴阮今仔日的旅程。求你用阮的手来参与你的创造，用阮的人生来带予别人。你祝福这个世界的新的生命，求主来看顾带领。互阮有即个信心、勇气、甲愿望，会当行往即个世界来为主传扬福音，有新的活命、新的生命来迎接耶稣基督佮再临的日子。愿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扶持，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弟弟，对即世代、即时到永世代保证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密倒散会。这个祝福茶会请咱会当伫1楼来等下12点半就要开始咱嘛为着少选因全家要去美国来祝福祈祷